台语有转调的语言。台语是一个真特别的语言，伊甲华语无相款。华语通一个音单独录音，然后再搁通过电脑的软体来制作，上尾成做规段的话。台语就毋是安尼啊！台语读一个汉字的时，伊是一个声调。一个汉字若是甲另外一个汉字成做一个词的时，头前的迄个汉字的声调就会改变。火是火，火车的读音其实是火车，火车的读音其实是火车。地标字的表达真简单，若是音节甲音节的中间有连字符，就是一个词。这个词的内面所有音节，只有上尾音节保持原调，头前的音节的音拢需要转调。19世纪的时，真侪外国的宣教师来到台湾，学习当地的语言来宣扬福音。为着要互毋捌汉字的信徒通家己读圣经，就设计出一套叫做白话字的文字，来教导当时的信徒。几若10年久的时间，教会中一个信徒通过白话字来认捌真理。直到1970年代的时，国民党政府禁止白话字的使用，没收教会内所有白话字的物件。对迄时开始，教会的信徒无阁有台语的圣经通读。直到1996年，台语汉字本的圣经的出版。台语汉字本圣经的出版，解决真侪信徒无台语圣经通读的问题。随后带来一个更较大的问题：看字读字，看词读词。忽略台语的规句话是有转调的过程，应该转调煞无转调的时，是将一句话二对中央切做两句话，用华语的一句话来譬如。人老实话不多，究竟是人老实话无多，还是人老实话无多？华语用停顿来分割一句话，台语煞通过是毋是有转调，就知影一句话的停顿伫倒位。我要去餐厅食好料的，这句话内面只有描述的餐厅甲好料的上尾音节保持原调。若是去无转调，就正做我要去餐厅食好料的。咱伫理解上就无共款啦。台语汉字本伫诗篇第1篇第1节，无行歹人的计谋，无徛罪人的路，无坐侮慢的人的位，这号人有福气。常常伫教会内听到的行、徛、坐三个字拢无转调，事实上是必须着转调的。行路，所以是无行歹人的计谋；徛在，所以是无徛罪人的路；坐位，所以是无坐侮慢的人的位。现代台语译本罗马书第1章第8节，我通过耶稣基督，为了恁众人感谢我的上帝。嘛是为听到写无转调，规句话就变做我通过耶稣基督，为了恁众人感谢我的上帝。罗马书的内面有一个主题是摩西律法。台语的转调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就是下的双边的字词上尾音节拢无需要转调。下的用法是将两个字词连做伙。来表达两个字词从属的关系。摩西律法读出来时，下并无真明显，所以有真侪人直接读摩西律法，下煞消失去了。这甲上帝的百姓的团体，以色列的百姓是同款的情形。这个下就好亲像英文 plus 的用法，台语伫读两个词相接，
有转调甲无转调是无同的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3间神学院，每一遍我听到人在绍介的时，拢感觉真爱叫。台湾神学院、台南神学院、玉山神学院、台湾、台南、玉山无转调。安尼是咧讲，伫台湾的神学院、伫台南的神学院、伫玉山的神学院，总是台湾、台南、玉山是这3间神学院的名，必须有转调，读做台湾神学院、台南神学院、玉山神学院。罗马书3章25节，上帝立耶稣做赎罪祭，通过伊的死，互人对神来得到赦罪。人读做人，原则上嘛是无毋对，只是更较好的读法是人着转调。这个所在的人，并毋是讲物种的人，是讲人的复数，就亲像英文 person 的用法同款。文章内底看到人，并毋是拢直接读做人，着看伊是在表达甚物。这时时间已经到，咱三甲安静心来敬拜上帝。这是礼拜前常常听到的一句话：敬拜上帝是完整的一部分。这座信徒拜无转调，这句话就正做，这时时间已经到，咱三甲安静心来敬拜上帝。台语的转调是台湾人天生的能力，咱不知不觉就会晓转调，连外来语也运用着台语的转调。披萨哈的披萨，读出来音就是台语转调了后的读音。反倒是看到汉字、看字读字、看词读词了后，颠倒无法度，搁通过转调，将规句话用正确的台语语音来表达出来。